伫咧台南的阿南区，进前有一个天马电台，而且这个所在进前是中央广播电台伫咧使用。建造了后，基地就无搁再开发，放到打伫要13年咯。即马就地方团体发起联署，要向政府争取伫遮设台基文化园区。市政府是回应讲，土地是国产属的，会含中央搁再参详。规大片杂草、树仔生啊真旺，就算出动怪手，嘛要用真侪时间才通整理好势。这是伫我台港国家公园附近的天马电台，也就是中央广播电台台南分台。民国106年签署了后，机关用地变做文创产业园区地，随往侪单位按证来遮发展，买手拢无成。即阵地方人士要争取点遮设国家级的台语文化园区，因认为无论是以文学也是历史的角度，这是上适当的地点。台港内海是咱台湾历史一个真重要一个起步的所在。咱台湾是对西部开始嘛，譬如讲盐文地带一直起哩，一个廊道共款的，往南往北，拢是相当一个真好的一个所在。台语文学的作家偌济，咱安尼呢，通做一个专册，表示讲咱为日据时代到今下呢，咱台语的作家足济，结合因的地景啦，甲台语等等呢，园区来讲呢，咱有法度呢，甲这拢结合起来。台港文学执行长吴茂成嘛指出，当年来因推广台港文化参本土教育，拢是为着振兴台语文化咧打拼。目前全台湾敢若一个台语文化园区伫彰化，因认为政府通爱落实国家语言发展法的精神，伫台港内海营造一个福建保语国家级的台语文化园区。土地是迄个国产属的吼，所以市政府爱从国产属家大家密切合作，想要来建设天马电台的方案，是讲有想要投资这个园区的相关的这个提案，拢会从国产属家大家审慎去做评估。地方望这个29公顷的基地，规划做台语文化园区，争取公司台语台总部南迁，设立国家语言发展中心等等。联署表公告2天，200多人赞成支持，会起人按照买手会甲公民讨论意见交予文化部，市府嘛回应会去参中央合作讨论。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。